噴霧液體種類多，噴發膠用完全成最初，唔怕用唔晒，最驚你用錯，造成意外。一單都嫌多，要用得安全，用得招積，記住留意清楚，一秒都咪放過。平時我啲男仔或者參啲型啲，就好似我咁，就用呢支 spray 去 gel 頭。喺平日我哋都會用一啲殺蟲水去殺一啲老鼠曱甴，而喺日常生活入邊，我哋都會用到一啲唔同種類嘅噴霧劑，但係一啲安全守則，你哋又知道幾多咧？呢啲貨都係我中意嘅士多啤梨嚟嘅，我噴下先。唔好噴住，你咁樣噴嘅話，會吸入好多化學嘅氣體，會令到你好唔舒服，或者會嘔嘅症狀，所以唔好咁做，係一件好危險嘅事情。哇！曱甴啊！殺蟲水咧？唔好噴住，科中附近用殺蟲水好危險㗎，你知唔知㗎？千祈要記得噴霧劑要遠離火種先可以使用，並且避免放喺高溫或者被太陽直射嘅地方，最好就存放喺室溫同埋陰涼嘅位置。使用完噴霧劑之後，要隔一段時間先可以用火，同埋記得要保持空氣流通啊！希望各位可以時刻緊記以上守則，咁就大家用得安心又放心啦。